亞微調並唔係迷信，原來係身體想揾你幫手。你中咗幾多樣呢？有冇諗過，其實身體暗暗咁提示緊你，我缺鎂啊！唔好以為淨係壓力大或者飲得太多咖啡先會係咁，原來呢幾個症狀都同缺鎂有關。有啲你一定估唔到。第一，瞓極都好攰，好似部電話咁，永遠都得返20%，你點休息都仲係覺得好攰。好可能就係細胞冇足夠嘅鎂產生能量，難怪朝朝起身感覺都好似冇電咁啦。第二，心臟有時亂咁跳，唔一定係緊張咁簡單。原來鎂係幫心臟穩定心跳嘅幕後功臣，缺咗佢，心都會唔聽話。第三，成日頭痛或者偏頭痛，鎂有鎮靜神經、鬆弛血管嘅作用，所以身體如果成日頭痛，就係話鎂唔夠啦。四，瞓唔到，又攰又失眠，個人好攰，但係個腦一路咁開住機，都心唔自在。其實缺鎂會搞到神經系統過度亢奮，難怪難入睡啦。第五，無啦啦超級想食朱古力，你以為自己冇節制力，其實係身體揾緊鎂，因為純朱古力係天然鎂嘅來源之一。你中咗幾多個呢？如果你都想知道食乜嘢可以增加鎂嘅吸收，留言鎂或者私信我 send 俾你。記得 share 俾朋友，等佢哋都知道，原來細細嘅亞微調都可能係身體揾緊幫手嘅警號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